大約中午時分，5至6名嘅辨認組成員抬出遺體。7座大廈入邊，災難遇害者辨認組已經完成咗宏仁閣、宏道閣、宏建閣、宏泰閣、宏盛閣5座嘅搜索行動，依家正係繼續宏生閣同埋宏昌閣嘅搜索。警方話已經完成咗宏生閣3/4嘅搜索，未發現遺體；宏昌閣就完成咗1/4嘅搜索工作，發現8具遺體，其中3具係消防較早前已經揾到。咁點解咁多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宏昌閣係第一等大樓呢係起火嘅，亦都係較遲熄滅嘅，所以喺入邊嘅環境係非常非常之惡劣，滿目瘡痍。希望揾到死者，或者係能夠辨認到佢哋嘅一啲物品，或者係線索。仍然係有30多個市民呢，我哋係未能夠聯絡得上嘅。不過呢，我哋警方、我哋 DVRU 嘅同事呢，係仍然用緊最大嘅努力喺上址進行呢個搜索嘅工作啦。因為有啲嘅遺體呢已經係變成灰燼啦，所以呢，我哋都唔排除呢，最後呢未必能夠將所有失聯人士係帶翻出嚟嘅。警方話，災難遇害者辨認組會盡力辨認死者物品，期望3個星期內完成工作。現時死者家屬已經辨認咗104具遺體，仍然有39具遺體未辨認。呢啲所有網上嘅呢啲不確嘅言論，煽動對政府或者對國家憎恨嘅言論，目標只係一個，就係想危害我哋國家安全。所以我哋必須係要採取咧係適當嘅行動，呢個包括咧係一啲執法嘅行動。咁至於行動細節咧，由於係涉及國家安全，我唔方便喺度透露。好，下一條提問。